但市政府办理运河游船的规划经按18号正式宣布招商成功。伫市场委托见证，观光旅局局长林国华甲运河联通公司董事长李天佑完成签约，甲将投资1亿2000万，兴建河乐广场、水景公园以及林活娘公园3座休闲码头，加上接驳的运河船，预计114年动工，116年完工营运。运河活络这2个要件，第一个，运河本身越来越干净，而且它周边的包括商业设施，包括旅客的这个旅游的动线越来越这个动线越来越好第二个，运河里面的这个游船刚刚也看到我们有这个水陆两用车的这种模式，那也有可能也有游艇的模式，尤其那个游艇码头将来可以提供给这个玩游艇的人可以泊靠在那边，所以非常谢谢利益国际有这么好的 idea， 能够把这个3个景点能够活络起来和乐公园，然后这个林默娘公园，还有水景码头这3个点正好是台南的一个市区内的一个蛋黄区，那把这个蛋黄区串接起来就非常非常好的概念，而且不只是有别于我们现在这个交通船这样的路线，未来是可以有蛮多的休憩路线。运河游船的规划经营，加上目前利益国际合法取得航权许可，有安平港内顶3条航线，要来展现台南运河、安平渔港以及安平国际上港的无共风情。观光旅局表示，未来该规划经营除了兴建码头、旅客服务中心等相关业体，更期待营造永续城市理念，因为所有水上、陆上的转运都是集团运输，创造运河新的焦点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